台积电去年甲德国大学签署半导体人才培育的计划，来自德国3间大学的30个学生这学期伫台大上课，刷来因会去中科的台积电实际去做训练。伫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读化学组，嘛有材料工程背景。Veronica 是位124名申请的学生内底拣出来，争做台积电和德国 Jackson 政府头一届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30名学生之一，目前已經伫台大上課。I chose this program because I'm interested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this opportunity was just amazing to visit Taiwan for 6 months an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e internship at TSMC. 计划头一届唯一合作的台湾学校就是台大，30名国际学生分散伫相关学院，为8节专业课程强化半導體領域的學術專業知識。一個學期了後，就要到台積電中科廠區實習。And I am so excited. I think this is a pretty new, innovative program for the semiconductor talent. 台大国际长袁孝伟强調，台大先建立課程補助，未來有更較濟德國學生來，其他大學就會當照安尼去做。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他们来也能够学习台湾的文化，还有学习一些语言。因为未来如果他们是有潜力要到台积电或是我们其他半导体公司工作的话，他们必须要具备一些我们的文化跟语言。Maybe we go to 100 students coming next year. That's the idea. 台大表示，这是跨国产官学合作的育才新模式。今年30个德国學生伫台大讀冊只需要納行政費，不過後一個學年開始，來台灣的德國學生會有新的收費方式，名額預估會增加到100多人，增加的名額會分散去其他大學。那台大學生嘛有機會到德國工業區實習。記者綜合報道。